歡迎大家返嚟井旁 Make It Happen， 我係傳達 Maggie。今次會同大家講下創世紀裏邊嘅約瑟。佢由富二代突然間變咗埃及嘅奴隸，原本嘅身份同埋依個身份帶嚟嘅嘢都冇咗。呢個處境係咪似曾相識呢？開始之前，請大家幫手 Like、Subscribe 同 Share， 條片就可以更加多人睇啦。如果想了解下我哋嘅查經課程，歡迎以電郵聯絡我哋。約瑟係雅各年老嗰時同最愛嘅太太拉結生嘅仔，所以雅各特別錫佢㗎，專登就做咗一件好多顏色嘅長袍俾佢，搞到啲哥哥好妒忌啊！加上約瑟又話自己發咗2個夢，內容嘅寓意呢，就係話佢10個哥哥甚至係父母都向佢跪拜。咁哥哥就更加憎佢憎到入骨啦。有一日，雅各竟然叫着住件彩衣嘅約瑟去示劍揾牧緊羊嘅哥哥。佢離屋企差唔多要行成日㗎。既然山高皇帝遠，哥哥就想趁呢個機會殺咗佢。佢哋一見到約瑟，創世紀37章23節，約瑟到了哥哥們那裡，他們就剝去約瑟的袍子，就是他身上那件華美的袍子。雖然最後約瑟只係被賣去埃及，但係佢嘅身份就由被剝去華美的袍子時就開始冇咗。喺屋企萬千寵愛集一身嘅地位都冇埋，剩翻俾佢嘅就只有一條問題：我是誰？呢幾年有唔少人都要離鄉別井，焗住由零開始。即使留低嘅朋友都有啲被裁員，身份同以前不再一樣。本來係做老師嘅，可能做唔返；本來係做中高管理層嘅，可能要焗住降職。呢個情況好容易令人意志消沉同埋迷失。因為以前用嚟建構身份嘅嘢冇咗，咁究竟我係邊個？約瑟點面對呢？雖然佢被賣咗去埃及，一個自己完全唔認識嘅環境，但原來仲有一樣嘢係同以前一樣嘅。創世紀39章3節，主人見耶和華與他同在，凡他經手辦理的事，耶和華都使他成功。有時我哋會一個錯覺，就係舊時就有神睇住啫。當環境轉咗嘅時候，唔知神仲會唔會同我一齊呢？約瑟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證明神對人嘅愛係不離不棄嘅。咁當然啦，要我哋心裏邊有神先得啦。剛剛嘅經文話神令約瑟所辦嘅事都成功，咁即係話約瑟已經接受咗自己當前嘅處境，願意去盡翻自己作為奴隸嘅責任去做嘢，而唔係去埋怨自己點解會搞成咁㗎。試諗下，如果約瑟仍然停留喺過去，唔面對現實嘅話，神嘅同在都會變得多餘啊！因為佢自己都唔願意行出第一步，呢一步就好似一個漣漪咁樣，會慢慢擴展起嚟，成為約瑟重建身份嘅第一步。雖然約瑟知道神看顧住佢啊，但係自己始終係一個奴隸啊，梗係好想站穩陣腳，再脫離呢個身份㗎。有一條捷徑出現喺你面前喎，創世紀39章7節，這些事以後，主人的妻子看上了約瑟，說：和我睡吧。呢個好明顯係一個試探啦。應承咗呢個女主人嘅話，就有一個好大嘅後托，約瑟嘅權勢可能會更加大，做奴隸都會做得舒服啲啊。相反，拒絕咗嘅話呢，佢就會得罪女主人，可能會有好大嘅麻煩。但係最後約瑟決定要拒絕，因為創世紀39章9節，在這家裏沒有比我大的，除你之外，我主人沒有留下一樣不交給我，
因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可以做這極大的惡事？犯罪干犯神呢？如果我哋迷失咗身份嘅話，都好心急想重建翻個身份，因為身處一個唔屬於自己嘅位置，真係好辛苦。但係點解約瑟唔敢應承女主人呢？因為知道呢個只係短期嘅解決方法，真正嘅出路只會喺神裏邊揾到，兜小路只會帶你去一條掘頭路嘅啫。一如所料，約瑟就去咗坐監。創世記39章21節，但是耶和華與約瑟同在，對他施以忠誠之愛，是他在監獄長眼前蒙恩。坐監有幾辛苦，你估神唔知啊？所以佢一直保守住約瑟。同樣，我哋喺等候時間有幾無奈，有幾委屈，神都知啊。雖然眼前嘅環境未變，甚至一個又一個嘅挑戰，但係其實神喺後台為我哋準備緊㗎。例如喺個惡劣處境裏邊，有一個可以同你傾到偈嘅朋友，都唔係必然㗎。有冇諗過呢啲就係神為你安排嘅天使啊？即使約瑟去咗一個更加惡劣嘅環境，佢依然堅持做好自己嘅本分。我呢度講嘅本分呢，唔單止係監獄長俾約瑟做嘅嘢啊，仲係佢作為神的子民對其他人嘅本分啊。所以當佢一見到同佢一齊坐監嘅埃及王嘅侍酒長同埋控餅長個樣好愁嗰陣時呢，就去關心佢哋啦。最後仲用咗神俾佢嘅智慧去幫佢哋解夢。約瑟仍然係囚犯啊，但係佢冇因為咁就頹廢晒。一有機會咧，就喺身處嘅環境裏邊運用自己嘅能力，就係咁啊！佢就遇到一個可以幫佢離開監獄、重新嚟過嘅機會啦。約瑟對將會官復原職嘅侍酒長講：創世記40章14節。不過你的境況好起來的時候，請你記得我曾經和你在一起，請你以忠誠待我，在法老面前提起我，救我出這牢房。可惜啊，創世記40章23節，但是侍酒長沒有記得約瑟，把他遺忘了。雖然呢一次事與願違，不過呢一步就好似我哋剛剛講嗰個漣漪一樣啊，原來出路已經慢慢開緊啦，只係唔同約瑟所預算嘅啫。約瑟又喺監獄度坐咗2年，直至法老發咗一個好困擾佢嘅夢，侍酒長先諗起約瑟咯。喺呢一刻轉捩點就出現啦，就係神喺後台一早為約瑟預備嘅出路。法老好滿意約瑟嘅表現啊，跟住仲封咗佢做宰相添。創世記41章41至42節，法老又對約瑟說：你看，我任命你管治埃及全地。於是法老脫下自己手上的印章戒指，戴在約瑟的手上，給他穿上細麻布衣服，把金項鏈戴在他的脖子上。當日俾哥哥除咗件彩衣落嚟，今日神就要幫約瑟着翻上更加好嘅。呢個失去身份嘅經歷，實在一啲都唔好受。不過因為約瑟唔放棄啊，神就藉着困難去陶造佢，令佢更加認識自己，成為一個更成熟嘅人。約瑟由一個鍾意打哥哥小報告又嬌生慣養嘅年輕人，變咗一個懂得人情世故、處事細心嘅人。呢個先係約瑟唔會俾人褫奪嘅身份啊！因為呢個身份係內在噶嘛，就係佢成為一個咩嘅人啊？當佢擁有自己嘅特質嘅時候，無論喺咩環境、咩地方，總會有一日可以發揮出嚟。神喺每一個生命裏邊都有一個計劃噶，唔會因為環境改變就冇咗，始終一日會浮現翻出嚟。耶利米書1章5節，我還未使你在母腹中成形，就認識你；你未出娘胎，我已使你分別為聖，指定你成為列國的先知。
但係我哋一定要有一個緊靠同埋相信嘅心先至得㗎喎。因為路加福音16章11節，如果你們在不義的財富上不忠心，誰還把真實的東西託付給你們呢？如果你都係因為環境改變而面對緊身份迷失嘅話，加油！記住啊，你行嘅每一小步都會加近咗你同出口嘅距離㗎。有冇去冒險樂園玩過推銀機啊？我哋唔會一下就可以推到啲銀仔出嚟㗎，但係每一下累積起嚟呢，最終就會有成果啦。多謝大家睇晒我哋條片。如果開始嗰時未 like、subscribe 同 share，麻煩你而家幫手撳一下。下次再見啦，拜拜。